40牌是台湾头摆韩公世界的休闲娱乐，搞40牌合法讲帮扶的，也下后生人家路唔会搞的哟。不过40牌公安是有个样，又引来引导人囤40牌拿来做杂志嘅材料。中华田米已经安进行的头家囤头家娘，吴亦峰囤手边卖，如贴配好创作有古早味的东西。第一个落实的产业，水牛茶到三合样也到，而能完成的作品有8个扎个哟，用杂志的方式来怀旧，唔单止个有特色，也有营养价值。对嘛？对呀。对嘛？哦，食到也就有诶。大家乡下帮扶的动脑眼。帮扶的是头摆当多人爱搞嘅休闲娱乐，其实就是将象棋转变做纸牌类嘅游戏。天天时代改变，一下单单就玩搞打麻将，冇就是棋子棒嘅。即係下都係話閒嚟咁搞啊！我醫生佢講，家陣有條教，做咗冇教啊？教嘅老人家揾嘛？以前我當時係要喺呢度喺路站會啊，我喺路站啦，後生嘅唔會，後生會打麻將啊。一副40牌總共有112種，夠一萬接送愛搭鐵嘅客戶。近來見少年搞嘅40牌，竟然做得再個利用，變做日常生活當中實用嘅東西。小朋友乖乖的看书、写功課，也都用的竹凳是佢鐵製品，係阿公阿婆作為拜年才做出來嘅。這個哦，好幾個月了哦，因為那個一尺就247字，把它乘起來，看幾尺就這樣，對啊，最多的唱一次10多萬字。我們做這個就是沒有那個模子，然後都是一切都用手工做的嘛，每一樣東西用折的，用剪的啊，每個地方都很困難。這個牌子哈很硬啊，剛做的時候手都很酸啊，會痛啊，但是做久了就習慣了。吳亦峰、邱炳梅兩公婆6年前開始接觸40牌雜誌藝術，出奮鬥唔嫌兵。創作嘅作品大大細細超過100種，像摩天輪、牛茶、谷蟲、碗櫥一道，等等都係動有老師味嘅東西。做到這個可以這樣壓起來哦，它的轉彎的角度哦都要很適當，才會壓起來，才會這樣很順的鋪上來。從失敗到成功還多了好幾次。有一次去那個展覽啊，那個有一個阿婆說。有個阿婆說啊，你這個沒有100分。我說怎麼說沒有100分？他說沒有水。佢兩公婆做一道藝術品，唔係消耗時間天天，為到可以做到很卡長、很卡長，一定很有動度嘅要求。這個火龍，這個外觀是我太太她自己做的，然後後來我在頭腦想一想中啊，乾脆把它放那個裡面，把它放木炭。哦，木炭哦，用木炭你不好看啊，還是用一點木炭紅紅的啦，比較漂亮啊。哦，後來我再把它設計那個用那個有一點那個木炭好像在燒的樣子哈，這樣看起來哦，就很漂亮了啊。每個樣式都有嘅創作當中。可是一定叫嘅，就是中華秀水嘅1年落幕嘅縮細版作品。1年落幕將替3000人票，係因為有名嘅古蹟。吳亦峰很特別走去秀水鄉，詳細看建築嘅結構，和個老機協商起來，再個焦點天天嚟來集。有問題，因為這裡有一點問題哦，好像不像照的部分清楚哦，啊，再去跑一趟。最中間把它貼下去，
后来在这个有3层有角度嘛，用角度我们用那个指甲也可以的，还是用那个厚纸板哦，把它角度要把它有角度要把它切出来，然后一层一层把它贴出来，然后它才贴下去。哎，做这个也很费时啊，尤其这个墙壁的这个面哦，更费时。这个每一间的图案都不一样。这个一部分是我做的啊，这个房屋这个是我先生做的，他做的比较高难度的。每一逢贴片粉落屋嘅做工屋、砖草、火缝屋嘅作品，就有嘅下圈。除咗外表动工具，底度嘅补摆也动功夫，完整表现出古色古香嘅原始风貌。详细看，搭建屋嘅门口就叠顶平庸同同好，代表也係佢自家做嘅，也唔添標題自家嘅行人。听老人家讲的说，我们这里也是以前是客家人，过去在那边我们那边有一个客家庄，但是那个下一辈子的哈都不讲客家话了，以前老人家还讲客家话。其實每一逢嘅本業係開奧多擺店，老人客爭奧多擺有限收集40牌，店面隔壁就係佢同本用嘅雜誌藝術館，大正夜就有人指定愛參觀。這個比較要用頭腦啊，那個修理機這是已經習慣了嘛，每個月都差不多10多輛那個遊覽車來看啦，我們都沒有收費的啦。只要有人來參觀，我們都沒有收費。但是有人來參觀，我們就好像很容易趕，有人要買了，但是我都不敢割愛了。這個因為這個是好費時了，一直那個牌子一直做起來的哦，時間很多了。有的做一樣東西哦比較困難的，有的做了起碼能算1年以上的，也有好幾個月。最簡單的也要好幾天。9年前，對小弟妹數到朋友送嘅一幅用過嘅40牌繪師，就迷途雜誌嘅藝術世界導航。每一封也寸不離圖，功不離譜，等等合作，一下比本用行較遠。透過創作，在個老天天你看唔到嘅農村生活展現出來，一般大家看到，見到按針掉嘅樹葉。